受到疫情影响，原本伫去年要举办的屏东半岛歌谣节，延后到3月18日来举办。今年的大出戏是上千人徛伫恒春古城唱民谣，也有在地居民甲20间学校的学生来参加。亲像恒春国小真侪囡仔对顶学期开始就练唱歌、弹过琴，这礼拜就要来表演啦，咱做伙来去加油。 恒春国小幼稚园的囡仔对阿嬷的乐琴唱出恒春民谣《九牛调》，看因身躯嗨甲真有节奏，嘛唱甲真欢喜。除了幼稚园，恒春国小学生囡仔嘛有100人，有人弹乐琴，有人唱民谣，因拢报名参加半岛歌谣节千人团唱。 囡仔拢足爱唱的，你要看讲拄啊迄后壁弹乐琴遐囡仔，因就是头先来唱民谣，看学姐因咧弹乐琴看了足欢喜的，因就甲老师讲，因嘛想要学。 即摆恒春国小拢总有164个老师甲囡仔报名参加千人团唱，因对顶学期就开始练唱。即阵是逐工早起自修时间练。其实今年半岛歌谣节动员恒春20间的幼稚园学校甲在地居民，有1000多人要做伙伫古城唱民谣。 1000多个孩子，我们其实压力是蛮大，而且是占满了整个城墙上下。还有刚搬来的艺人小贤，他也会站在城墙上带着大家一起唱。今年的半岛歌谣节对18到23天是疫情过后恒春上大的活动。19暗时的开幕，嘛有恒春囡仔表演的光影戏甲舞蹈，要用古城顶的民谣歌声传达恒春在地热情。 记者邓家文、刘伟做屏东报道。